再来看，惠林保中乡公所伫3当前甲农场合作，甲嘉江村的菜叶啊摕来饲鱼啊，嘛伫温那边啊起一个鱼菜共生的温室，以循环经济、生态影响的观念来设计哦。这嘛是咱国内目前规模上大的苗仔菜的鱼菜共生区，做回来看卖。江南将嘉江后村的大量叶菜，放入鱼温池饲鱼，马上会当吸引大批草鱼抢食。搁将鱼温的固水抽入鱼温提暗空间所打造的鱼菜共生温室，照于公司的水耕种菜系统生产蔬菜，会当达到稳定的经济效益。菜水、肥水有起啊吼，即个做菜食，然后再清气水搁回归鱼池啊，所以这个循环的一个作业吼，变就一个比较较即个做新的想法吼，所以这款物件就是讲，像即摆设备。就是做乌网啊，做主要是要讲，伫即个做夏季蔬菜较不足的时阵来做即个生产。生活合作农场表示，一般段子用熟鱼温收成后，因水质的培分过悬，需要将原本的鱼池水排掉，重新搁抽地下水还是引河水来养殖。但透过改良式将近1公顷大的鱼菜共生专区，会当重复运用水资源减抽地下水。成为循环经济、养殖生态上好环境。伫咧2050嘛是目标，希望当即个净零碳排了吼，而且概念是相符合了吼。啊，当然伫遮嘛，希望嘛期待伫咧未来咱即个专区内底，咱新路合作农场，伊有未来嘛要规划来做即个食农教育的场地啊，甲友善环境的即个教育设施。保中乡公所表示，公所透过县府。向农业部申请优质营农环境专区计划，由合作农场成立鱼菜共生专区，未来还会增加观光工场模式场域，请游客亲自共游，创造较侪地方观光的亮点和观光人潮。记者王文报道。